freedom is invisible. Hypnotic. Get into that.不過我覺得加拿大幾好嘅，唔錯嘅 option 嚟嘅。加拿大睇個人啫，真係唔似台灣咁樣走去人哋嘅前線做咯，真係相當於另一種咁嘅人嘅前線。日本就生活環境不過社畜咯，你唔陪個客飲燒酒飲到嘢，佢唔送你得㗎嘛。即係嗰啲咩唔係所謂咩社長嗰啲叫？係啊，我記錯係，即係社長啲標嚟嘅。跟住部長、社長、幹事。跟住美國都個槍械問題本身係好嚴重，即係人人都可以有槍嗰邊。法國當扒手咯，所以就帶少啲嘢咯，所以出門預係啊，佢哋冇啲㗎嘛，手巾牌咁樣，即係唔包嗰啲支持啊嗰啲嘢。即係着有拉鏈嘅褲咯，佢唔除人條褲啊嘛，應該咁講。我咁癲過。我諗唔至於咁癲嘅。所以英國都，所以上英國，或者澳洲、紐西蘭都可以。日本有先考嗰個牌。